我喺明光社侍奉已經超過咗26年啦，見證住一代又一代嘅董事同工嘅更替，亦都好不捨咁咧睇住一代又一代曾經共事嘅堂會牧者同埋機構主管咧退下咗火線。花開花落自有時，亦都深信一代過去，一代咧自然會嚟嘅。上帝嘅工作自有上帝安排嘅人選咧嚟到去接手。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努力為後嚟嘅人咧修直前面嘅路，為佢哋種樹，期望咧可以俾佢哋乘涼。點樣將明光社嘅異象同埋使命承傳落去，係我未來3年嘅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同我咧已經有共識噶啦，我哋都將會咧唔遲於2028年12月咧推落嚟。因此加強對同工嘅培訓，俾所有同工喺本身負責嘅範疇可以獨當一面，同埋同其他嘅範疇嘅同工以及友好嘅機構協作，係我哋努力嘅方向。過去幾年咧，我哋透過同基督教機構協會唔同嘅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喺暑假期間咧，我會派啲同工咧去一啲友好嘅機構咧做2個星期嘅交流學習，同埋咧俾佢哋更多咁參與研討會同埋課程，擴闊咗眾同工嘅視野。未來咧呢個仍然係我哋要努力實踐嘅方向。期望喺唔同嘅社關項目能夠同唔同嘅機構同埋個人合作。此外咧，明光社咧近年咧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嘅秘書處，亦都係希望為眾機構同埋堂會加強合作，能夠盡一分力。明光社作為以信仰為本嘅一個社關機構，點樣唔隨波逐流，喺政治同埋經濟唔明朗嘅社會環境底下，繼續正常咁發聲，係我哋嘅召命。希望大家能夠為我哋切切嘅代禱，求主賜俾我哋平安。此外咧，我哋嘅財政亦都面對好大嘅壓力，基本上咧有時咧連2個月嘅儲備咧都係冇噶。希望大家能夠奉獻支持我哋嘅事工，俾我哋可以繼續為呢一個城作鹽、作光、作成。2025年嘅工作報告、政策倡議、行動及回應方面，明光社就住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去信政府，希望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者修訂持久授權書嚟到代替以民事結合嘅方式處理有關問題。喺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此外，明光社亦聯同友好合辦咗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講座。我哋向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亦呼籲公眾提交反對意見書，並呼籲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喺7月，高等法院裁定公廁男女分隔違憲，裁決最具破壞性係否定以生理性別作為區分男女嘅因素，以及未以保護婦女同埋孩童安全作為重要嘅考慮。喺9月，高等法院又裁定政府女同志為同性伴侶提供卵子但男嬰不獲認可為法定父母違憲，判決女同志捐卵方為法定父母，模糊父母嘅觀念。明光社會繼續監察以上嘅判案，跟進發展，同埋喺適當嘅時候作出回應。一如所料，賭博稅修訂條例草案順利通過，籃球賭博合法化。明光社連同友好召開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記者會及推動一人一信反對。我哋亦都製作咗好多過來人嘅影片，分享賭波嘅禍害，透過網絡上嘅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青年人同埋家庭嘅禍害同埋影響。明光社以價值導向，重視生命嘅尊貴、愛嘅委身與承諾嚟到推動情聖教育。我哋每次可以派4個同事入班進行服務。過去15年已提供接近1800場性教育工作坊。我哋亦同一啲友好機構合辦第6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主題係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我哋嘅活動以體驗方式製作虛擬泡泡，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嘅活動。參加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結識網絡女神去體驗網上嘅真偽。6場嘅體驗活動有超過100人參與。我哋都製作緊一套名為《星際喵語愛之重啟》嘅性教育桌遊，內容圍繞青少年擇偶、戀愛觀同埋身體界線。預計會喺2026年3月推出。喺傳媒素養同新媒體方面，我哋同友好機構合辦暑期探網2025親子無手機晚餐嘅活動，推動家庭專注彼此嘅互動同溝通，共同營造溫馨嘅家庭氛圍。共有10間學校支持，
約150個學生參與。我哋都出版與 AI 巨人共舞小冊子，探討如何迎接 AI 時代嘅唔同挑戰同埋危機，印製咗2500本，免費寄往中學同埋教會。流行文化方面，就着社會時事、娛樂熱話、文化熱潮，以 podcast 同埋影片嘅形式分享反思當中嘅倫理價值。節目有係咁易傾一傾同埋流行文化 ABC。生命教育方面，我哋推動愛同行畫出彩虹計劃，計劃包括製作4條教育短片、繪本故事書工作坊、親子戶外探索同埋出版總有出路繪本故事書。亦都喺上年6月份嘅時候舉辦咗2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約有120人參加。明光社亦都有婚姻、家庭資源及輔導服務。我哋過去1年為56個家庭提供婚姻、離婚、再婚嘅輔導服務，亦都舉辦再婚不再婚、基督徒再婚婚前輔導嘅技巧訓練課程。另外，我哋都開展咗愛的真諦專欄，透過分享唔同嘅家庭故事同埋生活日常，反思夫婦婚姻相處之道。明光社亦都提供2條免費諮詢熱線，分別係離婚再婚諮詢熱線66576618，又或者同性戀諮詢熱線23902323。我哋會有豐富經驗嘅同工為你哋解答疑難，需要時亦都會作出轉介。聯合事工方面，作為一個社關團體，我哋亦都會做基層家庭嘅服侍，亦都會同教會合作，一齊去探訪基層家庭。喺7月，我哋獲得贊助樂園門票，我哋同5間教會一齊合作，籌辦咗社關宣教事工，派發門票同埋分享福音信息，近400人參加。此外，我哋亦都同播道神學院合作，舉辦10堂嘅社關神學課程，從婚姻、性、生殖科技、同性戀、跨性別等唔同嘅課題去反思基督教倫理嘅公共性。明光社亦都參加咗 Oneness Conference 3.0， 透過與主辦同埋協辦等單位一起商討聚會程序，以及當日擺設攤位，同唔同嘅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合作嘅契機。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去年喺加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周年研討會發佈咗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100位教牧同工信徒參加。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亦都喺過去1年出版咗2025年周年研討會文集《加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友情無國界專欄、生命倫理電子版雙月刊等等。此外，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亦都會製作影片，包括有大城小理，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展望2026年，我哋會進行一次探索性嘅研究，題目係這教會非我家，教會對新世代信徒的意義。我哋喺2025年亦都到訪唔同嘅教會、神學院同埋機構，提供咗超過130場唔同類型嘅活動，例如主日學課程、教牧訓練、專題講座、崇拜或者唔同形式嘅對談同埋分享。我哋亦都為神學生同埋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亦都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秘書處，同埋為總幹事團契提供場地。學校夥伴方面，喺2025年，我哋到訪唔同嘅學校，提供超過400場嘅講座同埋工作坊，包括性教育、傳媒素養與新媒體教育、生命教育以及社會倫理方面嘅，亦都有性教育工作坊、教師訓練與家長講座。家長工作方面，我哋開咗一個 WhatsApp 群組，名為快下一步家長學堂。每星期會發放1至2次實用嘅資訊，內容包括讀書壓力啦、情緒管理等等嘅議題。歡迎大家 scan 個 QR code 嚟到加入。我哋都有唔同嘅網上 podcast 嘅內容啦，例如嗶哩吧啦辦公室、明光社教邊課、係咁易傾一傾，同埋點解明光社。影片製作方面，我哋有以下嘅內容：講我心情、大城小理、總是社關情、流行文化 ABC 以及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我哋都出版燭光雙月刊網上版以及與 AI 巨人共舞小冊子。我哋每星期都會有明光社社關焦點，透過 email 嘅形式去到發放俾唔同嘅朋友，幫助教牧同工、家長了解性文化、性教育、多媒體、流行文化、生命倫理嘅最新嘅資訊。我哋每星期都有好書推介，從生命倫理、性文化、傳媒教育嘅向度推介好書。我哋每季都會有一次網上祈禱會，為明光社關注嘅社會議題同埋香港禱告。
我哋喺上年2月1號，我哋有守護孩子同行有理九龍區麥耆日。2月9號有堅守信念明光同行慈善跑嘅活動，多謝唔同嘅教會同埋支持者嘅捐項。我哋亦都喺3月29號有明光社開放日，全日有接近100人次嘅參加。一直以嚟，好多唔同嘅教會同埋支持者一直大力支持着明光社，我哋為此獻上感恩。